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占地古仁波切的弟子。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马明大师的上士50颂。那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它的解释呢是格西阿旺达杰所写的英文版的一个解释。那我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念英文，然后再用中文跟大家分享。上一次我们讲到呢是第24颂，24颂的内容它围绕着主要是说就是说所有有智慧的弟子呢，应该就很高兴的去执行上师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去执行上师的一些指示的话呢，那我们需要很好的、很有礼貌的、很技巧的去好好的去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不能够做，而且非常解释的很清楚，我们难处在那里。那如果说上师要我们做的东西是违背我们的三戒的话呢，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拒绝的。那这里也举了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上次在本身经里面有讲到佛陀的前世啊，佛的前世有一世还是婆罗门弟子。那婆罗门认为说一切的就是世间的宇宙的万物都是梵天者制造出来的，所以任何东西他们都可以自由拿。那但是佛陀呢，很显然知道这样子的一种它其实是这种偷窃的，其实是错误的。那其实任何地方不管怎么样来说，偷窃都肯定不是一个具有道德意义，或者是也没有宗教性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拒绝了他的上师。那后来佛陀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成为这个上师的最大最好的一个弟子。所以这里强调就是说，聪明呢是一个素质好的弟子的一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素质。除此之外呢，有上师会供啊，前面也提到了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应该看上师的品质，我们要看他的好处，我们不要看他的缺点。要得到成就的话呢，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他的善德和好的一个品质上面。因为这是我们得到巨大成就的一个基础。那如果我们只看到上师的缺点的话呢，我们将不会有任何成就。而且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上师一指心，我们只是表面功夫的去假装去聆听或者是冥想的话呢，那基本上它也不可能带来任何成就。那就会提到了贾朝仁波切说的，就是说在他的针对现观庄严论的一个评论里面说，他讲如果说我们没有上师一指心的话，那却去听一些法教或者是一些教诲，那到严重情况下，这些教诲都可能会变成毒药。所以其实是没有半点好处，没有半点好结果的。那这里到最后我还特别举了阿底峡尊者的3个弟子的故事，那就证明就是说中敦巴后来是一个怎么讲，他的修行成就是最高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中敦巴其实他就靠很近距离的在就是很近距离在阿底峡尊者身边做事情和服侍他。那跟上师的距离越靠近的，那的修行的成果呢就会越高。那这基本上就是就是说上师一指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第25。依止故鲁阿舍里成就升天现乐成，所以一切力所为，当受师命不违背。那这第25颂呢，英文是 It is from your guru that powerful attainments, higher rebirth and happiness come. Therefore, make a wholehearted effort never to transgress your guru's advice. 它的中文呢，它是依止故鲁阿舍里成就升天现乐成，所以一切力所为，当受师命不违背。这字面的解释就是说，我们的巨大的成就呢，都源自我们的上师
就是我们要得到巨大的成就，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投身，或者是要有幸福的生活的话呢，那一切都来自我们上师。那因此呢，就是很努力的、全心全意的，不要去违背上师的指示是非常重要的。This verse tells us why we should follow our Guru's order. We have to act according to his words because all powerful attainments, both common and supreme, are accomplished only by relying on him. Through proper reliance on our Guru, we will achieve the prosperity of human beings and gods. 这一颂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跟从上师的一个指示，而且必须根据他的话来进行。因为所有的巨大成就，无论是一般的成就，或者是至尊的一个成就，他们都是因为能够依止上师才能达到的。那适当的去依止上师呢，我们能够得到就是就是人跟人的一种人跟神的丰裕。Once again, this statement comes from one of the tantras, the Hevaja Tantra. That text clearly states that if you abide by the words of your Guru, you will achieve all powerful attainments and even in this life receive all happiness. However, going against what he says will only lead you to the low realm, which is why Lama Tsongkhapa says that going against your Guru's words or disrespecting him is an extremely negative karma. It's extremely grave negativity. 再一次呢，这个内容这颂也是来自密续，讲的是洗金刚序。那在这个序里面呢，他很清楚说明说，如果我们能够能够听从上佛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得到所有巨大的成就。那即便只是这一生而已，我们都可能累积就是宗喀巴大师，sorry，不好意思，再重复一次。那这个洗金刚序呢，它有清楚说到，我们必须如果我们跟从上师的指示，我们将能得到巨大的成就。其实这辈子我们都能够得到一切的幸福和快乐。那如果呢去违背他所说的话呢，就只能把我们带到三恶去。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喇嘛就是宗喀巴大师说，违背上师的话，或者是不尊敬上师，是一个很严重的是一个罪业。According to Tantra, the speech of the Buddha is the Sambhogakaya. So one word of the Guru is the equivalent of one Sambhogakaya. That's why it's extremely negative to transgress the Guru's words. 那在根据密续来解释的话呢，佛的话就是佛的语，就等于是报身。那所以上师的一句话呢，一个词呢，就等于一个报身佛。这就是说为什么去违背上师的话呢，他的恶果是这么严重。好。所以这个26颂强调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时时刻刻去跟从上师的话。如果真的是就是尽己所能去听从上师的话，好。How to treat the Guru's belonging and retainers 呢？第26颂 ，Looking after your Guru's materials and entourage。那这里开始呢，讲到就是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我们上师的所有物。那要怎么去照顾我们上师的物质，他的物质，或者是他的弟子们，他的眷属们。
Regard your guru's belonging as you would your own life. Treat even your guru's beloved family with the same respect you show for him. Have affectionate regard for those closely around him as if they were your own dearest kin. Single-mindedly think in this way at all time. 那这一颂呢，中文版给大家看一看。孤汝财物犹如命，上司心爱如丝尽。予比上司自世人，如亲常时恭敬心。这里说我们要去保护上司所拥有的东西，就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那我们甚至对上司的家庭成员呢，我们都应该给予同等的一种尊重，同等于我们上司的一种尊重。而且呢，将上司身边的人或者是一切，都视为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亲人一样。Single-mindedly think in this way at all time， 我们只要时时刻刻要去思考这件事情。You should look after your guru's possessions properly. You should cherish them as much as you do your own life. Before Jamtonpa met Atisha, he was studying with another guru. By night, he would tend his guru's cattle. By day, he would spin yarn with his hands, soften leather with his feet, and his lama had a wife and many children. Always carried his guru's children on his back. When he met Atisha and told him about his previous realizations and merit, Atisha said, "Your greatest merit was created when you were serving the Lama." 那这一段呢，他也是就是针对这个再多说的是说，我们应该就把上司的拥有物呢，就应该好好照顾上司所有的一切，要照顾他们，就仿佛照顾自己的生命一样。那这里再举刚才的例子，是中顿巴大师，他当时他遇见阿底峡尊者过后，不是，他在认识阿底峡尊者之前呢，他原本有自己的一个上司。那晚上呢，他就帮上司看顾牛啊。那白天呢，他最开始用亲手做那种防布，或者是软化那些皮革之类的。那所以，那当时他的上司呢，有一个妻子和许多的孩子，所以他常常把自己上司的孩子呢，就背在自己身上。而当他遇到阿底峡尊者，告诉他关于他的这些觉悟功德之后，阿底峡尊者说，当你开始去服侍一个上司的时候，你已经是怎么说呢？开启了就很大的一个福德资粮。Therefore, we too should respect and serve those closest to our Guru, his family members, his foremost servants and helpers, and so forth. Learning from the lives of the great practitioners like Lejun Milarepa and Jamtonpa. 那因此呢，我们应该就是尊敬或者是去服侍师父身边的人，他的家人的，甚至是他的年长的工人助手，我们都应该就很好的去尊敬他们。好。When Gyawat Jomtonpa was serving his guru in camp, he used to lie in the mud so that his guru's wife could sit on his back while he was milking the cows. Milarepa did the same thing. He had Marpa's wife, Dakmema, sit on him while she milked the cow.
这个呢就举两个重要人物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讲，当假朝中尊巴在昌区服侍自己的上司的时候呢，他曾经让自己躺在泥泞上，好让他的上司呢能够去安排，所以他曾经躺在泥泞身上，好让他的上司的妻子能够坐在他背上，就在他去挤奶的时候，就在喂牛子挤奶的时候，能够坐在他的背上。那这个弥勒日巴呢，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让马尔巴的妻子坐在他背上，当马尔巴妻子正在喂牛挤奶的时候，那这就是这两个弟子。那无论这弟子的身份就是他跟上师多少年，这是一个好的弟子所能够去到的一个程度。You should also treat your guru servants and so forth in the same way that you treat your beloved relatives. Single-mindedly think in this way at all times means that you must constantly keep this idea in mind so that it becomes very clear. 这里说我们应该常常把上司，我们对这上司的他的工人，我们必须像对待自己本身的亲人那样来对待。而且要全心全意去这么做。From the above, you can now understand why Geshe Tolungpa meant what he said. I get greater merit by giving food to my guru Loba's dog than by inviting all the monks of Western Tibet and offering them a feast. He was called Tolungpa is because he lived in Tolung. His ordination name was Rinchen Ningpo Kadampa Geshe Chengawa. 那从上述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是格西多隆巴，这意思。那他说什么东西？他说，我给上司服侍食物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功德。说这里错过了一个重点。他说，当我给我的上司罗巴的狗食物的时候，我所累积的功德呢，比邀请整个西藏西部的僧人，并给他们供养一场盛宴来的更为巨大。那就简单来说，就是说，服侍上师或者服侍上师身边的一切呢，他所能够累积的功德，其实是跟服侍上师是很靠近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服侍上师身边的人呢？那我们应该就如同服侍自己身边的人的一种态度来服侍上师身边的人。那这里举的例子就是说，即使去照顾上司的狗狗，那你所得到的这个功德呢，其实还多过去请就是整个西藏西部的所有僧人出席。He was called Tolongpa because he lived in Tolong. His ordination name was Rinchen Ningpo. Similarly, Loba means a person from Lo. He was referring to Kadampa Geshe Chengawa. 刚才讲到多隆巴，那这里说的他被称为多隆巴，因为他所住的地方叫多隆。他的就是受戒的
名字是仁清宁波。好。This is not a fabrication. The Guhya Samaja Root Tantra clearly states that it is much more meritorious to make offerings to one pole of the Vajra-guru than to the Buddhas of the 3 times. As a guru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ll Buddhas, this merit far exceeds all others. 那这个其实这些都不是捏造出来的，那在密集根本序中也清楚说到，我们将供养。就是即便将供养只是献给我们金刚上师的一个毛发都好，就是一个那供养为自己的金刚上师的一个毛孔做供养，他所给我们的好处呢，他给我们的功德呢，甚至是比供养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来得更大。As a guru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ll Buddhas, this merit far exceeds all others. 他说是因为我们上师呢，就等于是众佛的一个化现，所以他这个他这个他所累积的就让我们能够累积的功德呢，是远远超出其他的。If you make very clear unmistaken notes during these discourses and keep them properly, they will form a commentary to the 50 verses of Guru Devotion. This commentary is very rare. The most famous is Lama Tsongkhapa's, so if you preserve your notes, you will have a second commentary. 那这里呢，讲到其实就是我们听法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我们在听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能够写出一个很清楚、没有错误的一个笔记，而且把它们收藏得很好的话，那么将来就可能是就是针对上师50颂所写的一些论述。好，那现在这期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接下去我们会进入另一颂了。那另一颂接下去的那一颂讲的是去净化我们这些一些世俗的一些行为。那我们这个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所以现在呢，在结束之前，好，我们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越持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是所示佛法性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这圣正法，并得功德圆满后，随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13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心安止施佛地。愿弘扬宗喀巴，宝王正法理则记，慈系障碍之真道，之真造，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此相属2之意，祈愿上慧明生佛，教法永驻生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自愿上师身受永稳固，愿三法业普即便时光。上慧教法鞠躬照三月，众生未尽习性，法音常住。好的，谢谢大家。